在娛樂圈這片永遠不缺驚濤駭浪的汪洋中，謝霆鋒與張柏芝、王菲之間糾纏數十年的情感脈絡，始終是公眾視線難以繞開的漩渦。當謝霆鋒首次從口談家庭、字裏行間都是對孩子的愧疚這一標題如隕石般砸入輿論場時，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相似的。那顆在鎂光燈下包裹了10幾年的堅硬納核，終於裂開了一道縫。這道縫裡透出的光，究竟是救贖的晨曦，全是精心計算過的舞台追光。我們太習慣將公眾人物的每一次情緒流露都視為戰略棋局中的一步，尤其是在復合這個被反覆翻炒卻始終未冷的關鍵詞面前，任何關於家庭的柔軟措辭都難免被鍍上一層功利的金燭色。但若我們願意暫時剝離感情牌的預設框架，或許能看見一個更複雜的途徑：一個男人在年歲殘長後，對父親身份遲嚟的覺醒，對時間不可逆性的恐懼，以及對自我敘事完整性的本能修補。這並非簡單的非黑即白，而是人性在公眾凝視與私人情感夾縫中的真實爭戰。要理解這次重口的真正重量，我們必須回溯那條漫長而曲折的時間河流。謝霆鋒的公眾形象幾乎從出生起就與蘇莉二字相伴生長。作為謝賢與狄波拉之子，他在鏡頭前學會的第一件事不是微笑，而是防禦。父母離異，少年成名，被追逐，被比較，被定義，這些經歷共同澆築出一座外人難以逾越的堡壘。當他與張柏芝的婚姻在艷照門餘波與性格碰撞中走向終結時，媒體描繪的盡是決絕的背影和冰冷的法律文件。此後數年，他與王菲世紀復合的新聞佔據頭條，而關於兩個兒子 Lucas 和 Quintus 的成長，公眾能捕捉到的多是零散的偷拍。他牽着兒子的手逛街，他陪兒子滑雪，他在訪談中偶爾提及希望他們低調。但這些碎片從未拼湊出一幅完整的父親肖像。直到這一次，他在某檔深度訪談節目中被問及人生最大遺憾時，停讀了足足7秒。那7秒的沉默在剪輯室裡被完整保留，最終成為全網熱議的起點。他說：我虧欠他們一個正常的早晨，一個不需要躲鏡頭的早餐，一個能看着他們書包帶子有沒有係好的背影。這句話之所以引發海斥般的解鬥，恰恰因為它擊中了現代親子關係中最樸素的痛楚：陪伴的缺席。無論包裝以何種光鮮的理由，終將在某個深夜以愧疚的形式吐旋。輿論的天然傾向是將這種愧疚解讀為複合信號，因為大眾潛意識裡渴望一個圓滿的戲劇結局。離異的夫妻破鏡重圓，孩子在完整的家庭中治癒創傷，時光倒流修正所有創。這種集體心理投射如此強大，以至於任何一方的情感流露都會被強行納入複合敘事的軌道。但若我們冷靜審視謝霆鋒的話語體系，會發現他通篇沒有提及張柏芝的名字，甚至沒有暗示任何關於婚姻關係的重新協商。他談論的家庭，更多指向一個抽象的概念，那個由血緣連接，卻因現實割裂而未能充分浸潤日常溫度的空間。他描述的場景極具畫面感：清晨6點半的廚房，煎蛋的吱吱聲，校服上忘記燙平的節奏，玄關處兩隻不一樣的襪子。這些細節如此瑣碎，瑣碎到不像是在對千萬觀眾發言，而更像是對着某面無形的鏡子自言自語。真正缺席的家庭，不是指前妻或伴侶，而是指那些被錯過的、永遠不會重來的日常儀式。這種愧疚的本質，是對時間暴政的臣服。他可以買下整座遊樂場作為禮物，卻無法買回兒子7歲那年他因拍戲缺席的家長會。金錢能複合物質世界的一切縫隙，卻填不平記憶裡那些空白的座位。因此，將這種深度存在主義式的懺悔，簡單降為成求復合的感情牌，或許是對一個複雜靈魂的粗暴簡化。然而，我們也不能天真地否認公眾人物話語策略的存在。謝霆鋒及其團隊對傳播效果的預判能力，絕不亞於任何成熟的公關組織。在特定時間節點，比如前妻張柏芝近期因育人動態再次獲得好感度高峰，
或者王菲的某個罕言公開露面引發懷舊潮，釋放這樣一段充滿人性弱點的剖白，客觀上確實能起到重塑公眾情緒的作用。但客觀上與主觀上之間的灰色地帶，正是我們作為解構者的道德責任所在。如果將所有情感表達都歸因於算計，那麼我們將陷入懷疑主義的泥潭，不再有任何真誠能被確認。如果全盤接受而不審視語境，則又淪為商業娛樂產業鏈上被動的消費者。更理性的視覺是承認，人類行為衝嚟都是混合動機的產物。謝霆鋒的愧疚可能是真實的、深切的自省，而他選擇在這個時刻以這種方式公之於眾，也必然包含了重塑個人品牌、平衡輿論天平，甚至為未來事業鋪路的考量。這兩者並不矛盾。一個中年男人可以同時是悔悟的父親和精明的商人，就像天空可以同時容納陽光與烏雲。我們需要警惕的不是動機的複雜性，而是將複雜性強行簡化為非此即彼的二元敘事。更深層地看，這場輿論風暴折射出的是當代社會對父親角色評判標準的劇烈變遷。20年前，一個忙於事業、疏於陪伴的父親，可能被合理化解釋為養家糊口的責任；而在當下，情感捲入度、日常參與度、心理支持度已成為衡量父職的新標尺。謝霆鋒的愧疚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廣泛的共情，恰恰因為他觸碰了這代父母共同的焦慮，在生存壓力與親子時光的天平上，誰不曾狼狽地傾斜過？他作為頂級明星，這種矛盾被放大到極致。他的工作時間是24小時待命，他的行蹤被全球媒體追蹤，他的每一個家庭瞬間都可能被標價出售。在這種極端環境下，他對正常早晨的渴望，反而比普通父親更具悲劇性。普通人錯過早餐船有明天，而他錯過的是孩子整個童年裡那些不可複製的晨光。因此，他的愧疚不僅是私人的，更是一面映照時代困境的棱鏡。當我們批判他早幹嘛去了的時候，其實也在自問自己：我們是否也曾在加班夜歸時，輕手輕腳推開孩子的房門，卻只能看到熟睡中陌生的側臉？這種集體性的不安，才是這條娛樂新聞能穿透表層，直他心理深處的根本原因。關於復合的猜測，本質上源於大眾對線性敘事的迷戀。我們相信立誤可以被糾正，斷裂可以被看接，舊日的個人可以重新牽手走進夕陽。但現實中的親密關係從來不是童話續集，而是各自獨立的生命軌跡在某個交叉點上的相遇與再分離。像柏芝近年的狀態有目共睹，她以單親母親的身份塑造出堅韌而溫暖的宮中形象。三個兒子圍繞的生活途徑自成體系，他本人也多次表態過現在就是最好的狀態。王菲則始終遊離於傳統家庭敘事之外，她的存在本身就在解構必須怎樣的桎梏。謝霆鋒若要求復合，需要跨越的不僅是兩段舊情的複雜情緒，更是三個成年人各自已經穩定成型的生活哲學。像柏芝需要的是被尊重的獨立，王菲需要的是不被束縛的自由，而謝霆鋒自己可能需要的正是在愧疚與自洽之間找到平衡，而不是重返任何一段已被時間夾章的過去。情感不是橡皮擦，無法抹去離婚協議上的簽名。親子關係的修復也絕不依賴父母同住一個屋檐下，而在於父親能否在未來日子裡真正將參與置於提供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復合議題其實是個偽命題，它混淆了家庭作為情感共同體的本質和家庭作為法律結構的表面形式。我們全需要審視媒體在這次事件中的角色。標題中首次從口語鋪路打感情牌的拼字，已經預設了懷疑論的立場。這種措辭本身就是一種介質引導。自媒體時代，點擊量決定了情感烈度的定界。於是愧疚被放大為懺悔，反思被扭曲為策略。但值得玩味的是，謝霆鋒本人並未就復合話題給出任何曖昧暗示，他的團隊也迅速澄清不回應私人情感猜測。這種克制反而值得尊重，他留出了讓話語本身沉澱的空間。
作為觀眾，我們太習慣於要求公眾人物提供確定性答案，卻不願接受人類情感的本質就是模糊、矛盾、進兩步退三步的曲線。也苦真正的成熟，是韻苦謝霆鋒既對孩子懷有真摯的納垢，又不對任何前任產生多餘承諾。韻苦像柏芝平靜地活在當下，不因前夫的一句話而波瀾起伏。韻苦王菲繼續做那個超越標籤的存在，不被任何情敵或貴叔的框架綁架。這三個成年人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網絡，早已超出了複合與否的義庸判斷，而進入了更高級的相處模式，相互尊重，界限清晰，各自承擔自己的課題。當我們把目光從緋聞八卦移開，聚焦到最核心的孩子身上時，一切喧囂都會安靜下來。Lucas 和 Quintus 已經長成少年，他們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斷、自己對父愛的度量衡。謝霆鋒的愧疚是否真誠，他們比所有網友都更清楚。父親是否在行動上彌補，他們日日親身經歷。公眾代替孩子去原諒或譴責，本身就是一種越界。真正健康的吃瓜方式，是承認我們永遠無法窺驗門背後的真實，因此放棄對列局的預測，轉而去觀察那些可驗證的改變。比如謝霆鋒被拍到更多次接送孩子，比如他減少高危動作揮的拍攝，比如他在訪談中不再回避父親話題。這些具體的行為軌跡，遠比一段煽情的獨白更有說服力。愧疚是情緒的起點，但只有持續、穩定、不計回報的在場，才能將愧疚轉化為真正的修復力。這需要漫長的時間檢驗，而非一篇報道、一次訪談就能及將印證。在更宏觀的維度上，這場討論觸碰了名人文化與私人情感的永恆衝突。明星讓渡了隱私權以換取公眾關注，但他們的親子關係、婚姻抉擇，本質上仍是私人領域的事務。我們習慣於將他們架上道德審判台，用好父親、配丈夫的標籤進行快意裁決，卻忘了自己也在類似的家庭困境中掙扎過、妥協過、失敗過。謝霆鋒的松口之所以珍貴，不在於他提供了多少爆料價值，而在於他罕見地展現了一個強勢男性在公眾面前承認軟弱的瞬間。這種脆弱性本身就具有社區意義，他打破了男人就該硬剛的刻板印象，示範了表達情感不是懦弱，而是對真實自我的接納。如果我們將這條新聞僅僅當作複合前奏來消費，那無疑是暴殄天物。它本可以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每個人對家庭、時間、遺憾的思考。現在，讓我們將這一切置於更冷靜的審視之下。謝霆鋒的言論、媒體的放大、公眾的解鬥，三者交織成一場盛大的意義再生產活動。其中，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慾望與恐懼才展事實，渴望圓滿的人看見複合的蛛絲馬跡。質疑一切的人看見精緻的公關表演，身為人母者看見育人的共性艱辛，年輕粉絲則看見偶像的成長弧光。這些解鬥未有絕對的正，他們只是不同生命經驗投射出的不同陰影。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爭辯哪種解讀更正確，而是意識到所有解鬥都是片面的，正如我們無法用一張照片傳完一整座森林。在這個信息過載的時代，稀缺的不再是納莫消息，而是源自判斷的耐心。不急於給謝霆鋒的情感定性，不急於給像柏芝的反應預設腳本，不急於給王菲的態度編造台詞。最後的300字，我想留給理性與和平。我們之所以關注謝霆鋒、像柏芝、王菲的三角敘事，是因為他們的故事觸碰了人類最原始的情感母題：愛、失去、時間、寬恕。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他們不是小說人物，而是真實生活着的個體，帶着各自的傷口與希望。任何關於複合的催促，都是將他們的複雜性壓縮成娛樂快消品；任何關於作秀的指控，都是對人性幽微之處的粗暴否定。理智的吃瓜方式，是接受故事的開放性，他們可能永不複合，也可能以另一種形式重建聯列，甚至可能擁持現狀直到永久。這每一種結果都是合理的，因為成年人的情感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應當祝福謝霆鋒與孩子們的關係能走向更深的理解，祝福張柏芝繼續活出單親母親的強大與柔美，祝福王菲永遠享有她真實的自由。同時，我們也該反觀自身，我們對待他人情感故事的態度，折射出我們如何處理自己內心的焦慮。與其在別人的關係裡尋找代償性滿足，不如回到自己的早餐桌旁，繫好孩子的書包帶，找住那些正在流淌的、平凡的、無可替代的早晨。這才是謝霆鋒那番話真正應該喚起的行動，而非猜疑與撐執。願我們都能以溫柔的目光注視他人，以清醒的頭腦審視自己，在娛樂至死的年代，保留一份不必站序的從容。